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講嘅主角係娛樂圈一對真正嘅神仙眷侶，亦係流量嘅頂級製造機謝霆鋒同王菲。大家知唔知啊？平時由得外界點樣傳聞，一向都係佛系應對，連眼尾都唔會掃一下嘅謝霆鋒，喺7月12日嘅一個夜晚，竟然罕見咁爆咗。事緣當晚，謝霆鋒接受媒體採訪，本來氣氛都幾好，傾下電影，傾下美食，點知又有唔識趣嘅記者拎住近期網上瘋傳風飛分手嘅傳聞去問佢，如果你係謝霆鋒，你會點？平時可能笑笑口就算數，但係今次謝霆鋒真係忍無可忍，佢當場黑面，語氣極度憤怒，直接怒斥道：唔好時不時就拎我哋兩個嚟搞，走開！呢句走開真係充滿咗火藥味，現場記者都嚇到呆咗。畢竟謝霆鋒近年嚟修身養性，俾人感覺已經係個溫文爾雅嘅大廚，幾時見過佢咁樣當眾發火？咁到底係乜嘢事，令到一向低調嘅霆鋒咁燥底呢？原來導火線係近期港媒同網上營銷號傳得似層層嘅分手大瓜。有傳聞話謝霆鋒同王菲已經和平分手，結束咗長達11年嘅世紀復合戀情。劇本編得繪聲繪色，話兩人冇爭吵，冇互撕，目前只係唔對外公佈。理由係乜？話男方忙住搞電影事業，女方就周圍旅遊散心，兩個人聚少離多，感情淡咗喎。甚至仲有更離譜嘅說法，話王菲身邊出現咗一個叫 Ryan 嘅小鮮肉，頻頻陪王菲唱 K、去音樂節，甚至喺機場同框出現嘅次數仲多過謝霆鋒。更有甚者，又將張柏芝搬出嚟，話謝霆鋒分手後可能會同張柏芝復合。你話聽到呢啲說話，謝霆鋒點會唔嬲？喺佢眼中，呢啲唔單止係謠言，簡直係對佢同王菲感情嘅一種褻瀆。尤其係下個月就係王菲55歲生日，喺呢個重要關頭傳分手，簡直係大吉利是。港媒分析話，謝霆鋒今次咁激動，其實係一種愛嘅宣言，佢係用行動話俾全世界知，我哋好住㗎，你哋慳啲啦。講真，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，其實所謂嘅分手傳聞根本經唔起推敲。就喺半年前，網上已經傳過一次分手，講到似層層。結果點樣？3月份，王菲同謝霆鋒就俾人影到喺機場世紀拖手，嗰一幕真係閃盲大家對眼。兩個人戴住口罩，着住休閒裝，雖然冇講嘢，但係嗰種默契同甜蜜，隔住屏幕都 feel 到。王菲就好似個細路女咁，俾謝霆鋒拖住行，嗰種鬆弛感係裝唔出嚟嘅。仲有啊，5月中旬嗰陣，謝霆鋒去長沙錄製節目《青年派計劃》，節目入面有王菲嘅好閨蜜那英，大家都知那英個脾氣架啦，出名嘅直腸直肚。如果風飛真係分咗手，或者謝霆鋒對王菲唔好，那英會點？肯定當場黑面或者單打佢啦。但係事實係點？那英喺節目入面雖然話同謝霆鋒算唔上好熟，但係因為老友嘅關係，所以大家算係一家人。哇！呢句一家人真係可圈可點。當那英要求錄製謝霆鋒嘅歌嗰陣，謝霆鋒竟然露出咗好似小男仔見家長咁嘅怕醜表情。如果感情生變，以那英嘅性格，就算唔鬧謝霆鋒兩句，都絕無可能同佢同台嘻嘻哈哈。呢個側面細節已經係最有力嘅證據，佢哋嘅感情穩過泰山。所以謝霆鋒今次發火，唔係心虛，係心痛。心痛媒體老是常出現，騷擾佢哋平靜嘅生活。兩個加埋都已經成100歲嘅人，好唔容易兜兜轉轉行返埋一齊。佢哋依家追求嘅係細水長流，唔係每日都要喺社交平台放閃俾你哋睇嘅流量明星。要理解點解謝霆鋒同王菲嘅感情咁堅固，我哋必須要將時間軸拉長，睇返王菲呢位傳奇天后嘅前半生。佢嘅愛情故事精彩程度絕對唔輸俾任何一部長篇小說。王菲嘅感情觀其實好簡單，4個字：敢愛敢恨。時間反到去1987年，
18歲嘅王菲跟隨老豆移民嚟到香港，嗰陣時嘅佢叫黃正文，拜師戴思聰學唱歌。雖然喺香港樂壇嶄露頭角，但佢嘅心始終留喺北京嘅搖滾圈。1990年代初，黑豹樂隊紅遍大江南北。王菲本身同黑豹嘅鍵盤手聯樹拍緊拖，但係命運就係咁整蠱人，佢被樂隊嘅靈魂人物主唱竇唯深深吸引。竇唯嗰種不羈、才華橫溢嘅氣質，對於後生嘅王菲嚟講，簡直係致命嘅誘惑。為咗愛情，王菲做咗一個震驚世人嘅決定，佢同聯樹分手，義無反顧咁同竇唯行埋一齊。當時竇唯身邊其實有個女朋友叫姜欣，呢段三人行嘅關係糾纏咗好耐，最後姜欣退出，王菲勝出。最經典嘅一幕發生喺1995年，有香港狗仔隊喺北京一條破舊嘅胡同入面影到一張相，身為亞洲天后嘅王菲着住拖鞋，睡眼惺忪，拎住一個痰罐去倒尿。大家試諗下，一個喺香港住半山豪宅，出入有司機嘅天后，為咗愛情甘願蝸居喺連獨立廁所都冇嘅四合院。呢張相轟動全港，亦令所有人睇到王菲對愛情嘅執着，愛你就願意為你跌落凡塵。可惜才子多情，奉子成婚後，生活嘅瑣碎磨滅咗激情，加上竇唯同高原嘅緋聞鬧得沸沸揚揚，甚至有傳聞話那英帶住王菲返屋企捉姦。雖然具體細節眾說紛紜，但結局大家都知。1999年，王菲同竇唯離婚，帶着女兒同返咗香港。離婚後嘅王菲並冇自怨自艾。2000年，佢遇到咗比佢細11歲嘅謝霆鋒。嗰陣時嘅謝霆鋒係乜嘢人？娛樂圈最叛逆嘅星二代，掟吉他、黑面、頂撞記者。但偏偏喺王菲面前，佢變成咗一個怕醜嘅細路。最經典嘅一幕發生喺電影《花樣年華》嘅慶功宴，記者喺門口守候，以為佢哋會前後腳走，點知大門一開，王菲拖住謝霆鋒隻手，大搖大擺咁行出嚟。王菲臉上帶着甜笑，謝霆鋒反而有啲怕醜咁跟喺後面。呢個就係著名嘅世紀拖手。嗰幾年，佢哋愛得好高調。謝霆鋒用80萬頭個 F1 車牌送俾王菲，寓意非一。佢哋有情侶紋身，喺訪問入面互相表白。但係後生嘅愛情總係充滿變數。2002年，張柏芝出現，再加上後來發生嘅頂包案，謝霆鋒形象插水，需要暫退娛樂圈。年輕氣盛嘅謝霆鋒喺兩個女人之間搖擺不定，令王菲徹底失望。2003年，兩人雖然短暫復合，但感覺已經唔同咗。最終，佢哋選擇咗放手。同謝霆鋒分手後，王菲進入咗一段療傷期。喺麻雀台上，佢遇到咗李亞鵬。李亞鵬同竇唯、謝霆鋒完全唔同。佢唔係搞音樂嘅，亦唔係叛逆少年。佢係一個傳統、踏實，甚至有啲爹味嘅男人。佢會為咗王菲特登飛去睇演唱會，買飛派俾朋友。佢會喺王菲病嗰陣即刻出現喺身邊照顧。據講佢仲會喺麻雀台上專登從章俾王菲贏錢，氹天后開心。2005年，王菲嫁俾咗李亞鵬，好多人都跌眼鏡，覺得佢哋唔襯。但係對於當時渴望家庭溫暖嘅王菲嚟講，李亞鵬係一個安全嘅港灣。婚後，佢哋生咗細女李嫣。雖然李嫣患有先天性唇裂，但兩公婆成立咗嫣然天使基金，將小愛化為大愛，幫助咗無數小朋友。嗰段時間，王菲相夫教子，雖然間中出嚟唱下歌，但更多時候係做一個賢妻良母。不過，婚姻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李亞鵬係個生意人，佢中意熱鬧，中意應酬，希望老婆可以配合佢出席各種商業活動。但王菲係邊個？佢係神仙，佢最憎做戲。最尷尬嘅一次係喺雲南嘅一個活動，李亞鵬要表現恩愛，捉住一箱蝴蝶放生，結果蝴蝶因為天氣凍死咗一半。王菲滿臉心痛咁執起啲蝴蝶，
全程黑面。嗰一刻，大家都睇得出佢哋係兩個世界嘅人。2013年，王菲喺微博寫低：這一世，夫妻緣盡至此，我還好，你也保重。隨後，李亞鵬回應：我要的是一個家庭，你注定是一個傳奇。呢句話講得好悲情，亦好透徹。佢哋冇第三者，只係靈魂唔再共振。王菲離婚1年後，2014年，一個爆炸性新聞震驚全亞洲，王菲同謝霆鋒復合啦。有狗仔隊影到佢哋喺王菲北京嘅寓所入面，一齊煮飯、傾偈，情到濃時深情擁吻。嗰一年，王菲45歲，謝霆鋒34歲，兜兜轉轉10幾年，各自經歷咗婚姻、生仔、離婚，佢哋竟然仲可以行返埋一齊。呢個劇本連電影都唔敢咁樣拍。點解佢哋會復合？第一，時機啱晒，兩個人都恢復單身，冇咗道德嘅枷鎖。第二，佢哋都變咗，亦都冇變。謝霆鋒冇咗當年嘅戾氣，變得成熟穩重，而且煮得一手好餸。佢知王菲中意食乜，願意為佢洗手作羹湯。王菲依然係嗰個少女心爆棚嘅天后，依然相信愛情。第三，經濟獨立與靈魂契合，佢哋兩個都係億萬富豪，唔需要靠對方養，亦唔需要靠張結婚證嚟分身家。佢哋喺一齊，純粹係因為開心，因為舒服。大家留意下，復合之後嘅謝霆鋒，成個人唔同晒。以前佢對住鏡頭好酷，依家經常笑口噬噬。佢喺節目入面講到北京嘅柳絮，話好似棉花糖咁。嗰種甜到漏嘅表情，分明就係戀愛中嘅人先會有。而王菲呢，雖然年過半百，但係狀態好到得人驚，皮膚緊緻，眼神清澈。有人話愛情係最好嘅保養品，睇王菲就知呢句話係真嘅。講返最近啲謠言，除咗分手，傳得最勁嘅就係關於嗰個叫 Ryan 嘅男仔。其實只要稍微做下功課就知。Ryan 其實係王菲嘅多年鐵粉，後來機緣巧合做咗王菲嘅助手同攝影師。佢陪王菲去唱歌、去音樂節，其實係工作同朋友聚會。將一個助手講成係新歡，講梅呢種看圖作文嘅能力，真係幾十年如一日。至於另一個更離譜嘅傳聞，話王菲冒住高齡風險為謝霆鋒生咗個3.8公斤重嘅仔，謝霆鋒仲為此改遺囑。呢單嘢簡直係笑話，謝霆鋒公司已經第一時間否認，而且王菲嘅性格，佢連婚都未必想結，仲會為咗綁住個男人去高齡產子，呢啲完全係用傳統師奶嘅思維去套用喺天后身上，錯得離譜。行文至此，我哋不妨升華一下，點解王菲同謝霆鋒嘅愛情咁多人關注，又咁多人羨慕，同時又有咁多人鬧？因為佢哋活出咗大部分人想做但唔敢做嘅樣子。喺傳統觀念入面，女人離過2次婚，生過2個唔同老豆嘅女，年過50，應該要點？應該要搵個老伴湊孫，或者低調過日子。但王菲話俾你知，唔係嘅。無論幾多歲，無論離過幾多次婚，你依然有資格去愛一個比你細11歲嘅靚仔。依然有資格享受最純粹嘅戀愛。佢哋冇結婚，好多人問點解？其實去到佢哋呢個境界，嗰張紙真係重要咩？有婚姻嘅未必有愛情，有愛情嘅未必需要婚姻。佢哋選擇咗一種最舒服嘅相處方式，互不束縛，但心靈相通。謝霆鋒愛王菲，唔係因為佢係天后，而係因為喺王菲面前，佢可以做返最真實嘅自己。做返嗰個鍾意打機、鍾意煮嘢食嘅大細路。王菲愛謝霆鋒，亦唔係因為佢靚仔有錢，而係因為呢個男人懂佢，能夠接得住佢所有嘅天馬行空同任性。總括嚟講，7月12日謝霆鋒嗰一聲怒哮走開，其實係佢作為一個男人，對心愛女人最命嘅保護。佢唔想外界嘅污言穢語打擾到佢哋嘅二人世界。從1999年相識到2025年，跨越1/4個世紀。
風飛戀話俾我哋知，真愛可能會遲到，可能會迷路，但如果你哋真係靈魂伴侶，命運最終會將你哋拉返埋一齊。對於我哋普通人嚟講，亦係一種啟示，唔好因為年齡而將就，唔好因為世俗眼光而放棄對愛嘅追求。就好似王菲歌詞入面唱嘅，等到風景都看透，也許你會陪我看細水長流。歡迎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點讚、轉發呢條片，你嘅每一個互動都係我繼續爆料嘅動力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